来莫啊，个不干做个快手啊。明才个中国落嚟，个有好短呢哦。我要办得啦呢。主要哟，个呢一度个有好咕噜写到啲你啦。哦，在个都看到你，没得明才中国了吗？要观众自己弄脚哟。嗯？为啥子呢？因为我随时都在个弄脚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